到人生的一个解脱，敢是像你心内想的彼款？感觉永远拢袂大汉，永远拢有时间。敢有找到真心爱你的人，也是同款，在浪流连。30岁了才发现，其实我拢无变，就是到了年纪就会变甲捌代志，不是有缘才含办。30过了才感叹，搁有真多代志想要做，希望时间会当行较慢。变成大人的一个年岁，敢有像我心内想的彼款？也袂做出一番事业，父母的头鬃拢已经白，敢有达成囡仔时的梦想，也是啥物路做不好？30岁了才发现，其实我拢无变，就是到了年纪就会变甲捌代志，不是有缘才含办。30过了才感叹，搁有真多代志想要做，希望时间会当行较慢，我会更加勇敢。